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国防部进前捌推出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迄当中去互批评讲无实用，即马经过修改，后礼拜准备要来推出新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内底有写着讲，若是发生战争的时阵，要安怎来生存；当着敌军要安怎来应对，也要分辨讲台湾已经投降这款的假消息。工作人员一直看这个民防手册印刷过程，一本一本来装箱。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台湾下礼拜要提出新版的民防手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这摆是参考捷克、法国、日本这国家所写的生存指南，封面是感色的，标题是写当柜机来临时，内容有29页，结合网家人物的插图，适合各年岁人看。台湾并不会屈服于任何军事威权的侵略，那我们并不会投降。好，这个概念必须要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心法。国防部头一摆出版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拄推出防批评无实用，引发争议，后续经过改进，这摆经过2年，推出了新版民防手册，内容大幅度提升，包含头一摆家己民众拄到敌军时免怎做，也有任何公示台湾投降的讲法拢是假信息，也有中国籍 APP 像是 DeepSeek、抖音、小红书等，拢可能牵涉各自受到风险。你很难去判断他是敌军还是我军，甚至当你能判断的时候，都已经是很贴近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手册里面，我们会提醒群众，看到有着军服的这些武装的这些人员，尽量避开，尽量避免。另外，手册也列出台湾可能面临海底电线防破坏、中共登上咱好船只检查，也有全面环台这情况。学者认为，新版手册需要教导民众分辨认知作战，不过真上重要应该爱护民众有安怎在战争之下生存。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投降啊，而是对方我们双方的政府已经有一个妥协了，或者是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之下，解放军退兵了，所以我们先行停火，先不要开枪，可是各部队要远守在阵地。那这一些命令会不会反而如果在我们语义不清的情况之下，反而会被对方拿来作为进一步的操弄？今年汉光演习，国军伫卖场演练避难，学者讲，这摆手册是不是加入防空的设施、物资的存放，将是外界注意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一个真出名推广保守主义的网红 Charlie Kirk 被开枪弹死，目前也搁咧找找这个嫌犯。警方有查到犯人弹掉的枪甲枪支，这枪支顶头也搁有刻支持跨性别等等的文字。美国总统川普就来批评这件暗杀的行动，也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这个 Charlie Kirk。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是即马公开这犯人的画面，佮悬赏10万美金，大约是303万的代票，要来找找这个枪案的犯人。一声枪声，美国的公共安全搁一摆变红灯。美国保守运动青年领袖可可，互人一枪弹死。FBI 除了提出10万美金的奖金，要求民众提供线索，嘛公布犯案前后清手的行进路线。这个戴脚帽啊、挂乌目镜、穿长的运动衫的少年嫌犯，车十这天是伫个可可演说开始进前，顺后腿行去伫建筑物的厝顶，犯案了后，伊就紧对厝顶跳落来浪讲，而且随走去附近的树林内面。警方已经顺续找到伊弹掉的犯人的枪支，是一支口径.3孔的旧式大枪，伊互面紧包起来，内面还有一发已经开过枪的枪支壳，伫枪支壳啊内面还有3粒枪支。可可的遗体嘛，伫副总统范斯的陪同之下，坐空军2号，登去到可可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川普是表示，这个暗杀互人感觉有够愤慨，伊嘛下令全美国降半旗来抵哀。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I will soon be awarding Charlie Kirk posthumously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伫可可创办的飞鹰2组织美国专节点，伫防风城的总部外口，更加侪悼念的家规啊含花。这个伫2012年，伊才18岁时阵创立的组织，是对学校开始推广保守理念。即卖已经是下全美国的大型青年保守网络。可可过去捌用台湾来做例，和中国移民学生一对一来探讨独裁和民主社会教育的争吵，即卖受到正大的关注。Only way a free society exists is if citizens know what liberty is. Let me just ask you a question. Do they say that is Taiwan Taiwan or is it l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call it Taiwan. We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in our government.
Okay, so it's not China. 这31岁的美国政治名士，伫大家目睭金金的场合，互枪杀死亡，互美国国家一件政治暴力乱象。对去年的川普宾州的枪击案，到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议员连环枪击案，小连续一直发生。时代杂志上新一期的封面，就以全版血红，加上已经有够啊的大标题，搁一摆对美国的政治暴力提出警告。We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if we are not careful, people will start believing that violence is the norm. 纽约时报嘛引用专家提出的警告，对因为政治动机的攻击，美国人的吞忍度当以正惊人的速度在起哩。英国的卫报嘛报道，川普总统本来甲可可的死亡原因讲是激进左派，但伫一个保守派记者的建议之下，已经呼吁支持者莫用暴力来回应。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好，咱换来看川普的另外一个盟友，也就是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伊伫咧2022年为着要来拼连任，煞伫咧选输，为着要来阻挡迄当阵的总统卢拉上任。若是放出选举有做手的假消息，煽动支持者暴动，甚至是搁规划军事政变，要宣布戒严。即阵波索纳罗去互巴西最高法院甲伊判刑27当3个月，恐惊后半世人拢会封关。因为甲伊关系真好的美国总统川普是来批评即间的判决，除了要透过50派关税甲巴西施压，美国的国务卿鲁比奥嘛表示讲，有可能阁有其他的反制措施。巴西前总统普索纳洛伫2022年10月总统大选竞选连任，摕到49.1%的票声，输予对手现任的总统罗拉。罗拉的得票率是58.9%。普索纳洛不满选举的结果，和这个负心盟友计划军事政变，想要推翻罗拉的当选资格，所以予最高法院5个法官内底4个投票，裁定有犯叛国罪甲政变阴谋罪，共判27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现时70岁的普索纳洛，恐惊后半世人拢爱住伫笼仔内。Não há a menor dúvida que tanto é que nem pelo plenário seria julgado. É uma turma específica onde Alexandre Moraes tem uma certa ascendência dos demais. Então eu não tenho dúvida da condenação. 路透社讲，普索纳洛几两摆伫社群平台甲公开演讲内底散布选举作票的言论，煽动群众。而且伫2023年1月吹背大暴动，几千个支持者冲入去国会甲最高法院，损坏建筑甲文物，阁想要烧掉司法文件，互国际媒体讲是巴西版的国会山庄暴动。不过，有民众替普索纳洛抱不平，那普索纳洛盟友的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觉意外表示不满。Well, I watched that trial. I know him pretty well. Foreign leader. I thought he was a good president of Brazil. And it's very surprising that could happen. 川普直直强调，普索纳洛是一个出色正直的前总统，而且这对巴西来讲是真老的判决。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嘛讲，美国会对巴西这种不当的行为做适当的回应。公司新闻新洛培编译。镜头我来看英国，英国才拄啊上任7个月，主美国大使曼德森因为互人查出，甲性犯罪罪家的好野人 Epstein 关系真好，也认为这是冤枉的，这引起真大的争议。今嘛曼德森随即向撤销驻美大使职务。In light of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emails written by Peter Mandelson, the Prime Minister has asked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 withdraw him 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有关曼德森敢要留伊做驻美大使这个职务，英国政府将一天是安尼讲的。The ambassador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his deep regret for his association with him. He's right to do so. I have confidence in him, and h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K-US relationship. 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关键就是英国媒体甲更较侪曼德森的电子批公开。The emails show, Mr. Speaker, that the depth and extent of Lord Mandelson's relationship with Jeffrey Epstein is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known at the time of his appointment. 其中上界关键的是艾普斯坦涉及的未成年女性做性交易的案件，其中伊嘛有斗记者。这个判决伫2008年头一届红判有罪。麦德森伫电子批内底认为这是错误的判决，需要受到挑战。这电子批的内容去互英国媒体大幅度报道了后，史凯尼内阁国务理长就爱撤销伊大使职务。史凯尼上任14个月，这麻烦的代志会当讲是一层接过一层。副首相瑞纳顶礼拜才因为买厝偷走税问题来辞职，牵连内阁改组。
即届阁是资深外交官，嘛是资深党员的万德森牵涉这个买台。即嘛反对党的保守派要求内阁甲万德森的背景甲资料拢调查好清楚，而且公开。执政的共党内部嘛是有真侪讨论的声音，按说要追究史凯尼任命万德森做驻美大使的政治责任。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2025年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9月25到27要伫咧上海来举办。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带团去参加，伊也强调会维持对等、尊严、善意甲互惠的原则来交流。因为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是全部拢无要去参加，而且质疑中国根本就无甲咱咧互相尊重。担心双城论坛的申请出现变数吗？我们一贯的态度就是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台北跟上海两座城市之间的交流。亲自正式已经送件审查，台北市长蒋万安有定25率团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伊则往来市府立级官员，也有随团的记者会伫前一天先出发。蒋市长顺利组团是25日到位，并且由地主方面来宴请迎接。3月26主论坛登场，暗时有台北市方面举办特设宴来会请地主，最后是27市政参访了后回国。因为主要是城市论坛，所以都是以城市治理的议题为主，也很期待双方可以聚焦在民生议题来关注，让双城可以互相学习。今年要的双城论坛，他们准备要跟对方签订2个 MOU， 那这2个备忘录呢，已经交给我们做审查了。这2项 MOU 方向锁定市政治理甲民生服务相关，等待审查通过了，才对外来公布。随团议员经过抽签，确定是国民党籍的詹宪营、吴世正、刘彩薇，甲民众党籍的张志豪到登记。然而，民进党是一个拢无登记。民进党没有去，我觉得不可惜啦，因为他们一直背个这个双城论坛，去年还想要砍掉双城论坛的预算。希望陆委会呢，就是照惯例放行，不要从中作梗，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成行。上海方不是派出位阶不对等的人出席，要不然就是不对的人出席。柯文哲任内整个双城论坛讲的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这些，那请问一下，这么多年下来，请问有互相尊重、有互相了解吗？共机，请问有减少扰台吗？今年是双城论坛第12年，也是国内2波罢免案了后，两发战级相关的官方市政对话平台之一。国民党认为应就此塑造双边和平的气氛，民进党是反对讲论坛变调，真做统战的样板。然而，蒋万安是不是甲国台办主任宋德会面，相关是真受到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博物院100年延庆头一场海外特展去到捷克，有选131组珍贵的文物去展览，其中上届出名的，也就是这翠玉白菜，嘛是头一届去到澳洲来展示。高雄院长萧宗宏表示讲，希望透过文化，会当让台湾重新来徛上国际舞台。听到民谣望春风的音乐，互人是真欣赏在台湾国乐团的演奏。不过，斟酌看，这毋是伫台湾，是伫捷克的国家博物馆。原来高雄博物院100年延庆的第一场海外特展——高雄文物百选含故事，10月伫捷克开幕。其中真正的国宝翠玉白菜是第一摆来到欧洲的舞台。作为伫翠玉白菜头前欣赏，包括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文化部处长卡什帕尔，在捷克的官员拢有出席。捷克国家博物馆总馆长卢卡奇强调，翠玉白菜伫欧洲人的心肝内，就等于是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笑容，敢若会祝福真正的朋友，代表两国真深的友谊。从日本清明上河图嘛，共场来展出，展期长3个月。这摆高雄国宝去到捷克，国教部长林佳龙、文化部长李婉、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拿立白立委拢做伙来，3个国员加上国会副议长，真罕见工厂出现伫非邦交国的公开重要场合，展现文化外交的重大意义。很大的象征意义，就是台捷文化交流另外一次重大的一个里程碑，来见证台湾外交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刻。像这一次的文化合作，这就是一个具体。未来的合作，包括像现在也在进行，比如说半导体。含卢卡奇南的代表上知上少，萧宗宏嘛提出邀请，希望未来捷克的文物嘛会当来台湾展出。在场见证的李婉强调讲，除了感动，佮看到台湾文化的包容性。这一场展览经过了20年，
20年之后才成功。如果你问我说台湾文化是什么，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融合性，它可以包容各种文化。翠玉白菜顶一摆出国是伫2014年，到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隔11年，搁来到捷克展出。不过中国各台办批评讲，这是文化台独去中国化。刘伟辉反击这是无代无志的指控，强调北京各种的文物嘛捌去法国来展览，同款拢是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美国911恐怖攻击案24周年。伫咧受到攻击的纽约世贸大楼，佮有五角大厦等等这些所在，拢有来举办类似的活动。美国总统川普也发声讲，会来消灭任何要攻击美国的人。美国欢迎的大纽约市11暂停活动。伫优美的乐声中，国旗进场到下城的国家911纪念馆，纪念24年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劫持客机，让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甲国防大楼的悲剧。罹难者家属伫追思仪式读出2977个受害者的名，几多千个民众也有参加。纽约市甲纽约州的大家长也有政要也拢有出席。川普总统是出席国防大楼的追思仪式，因为伊的重要盟友可可进前拄着攻击，枪手还未抓到。为着安全，场地为户外纪念碑改造国防大楼内침检。川普宣布对正可可总统自由勋章，也就抓讲要毁灭任何攻击美国的敌人。If you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we will find you. Go all over this sometimes magnificent earth. We will crush you without mercy, and we will triumph without question. 尾啊，川普去纽约洋基球场看洋基队甲底特律的老虎队比赛。川普伫比赛前也访问洋基队的更衣室，甲出名球星加吉等人握手交流，嘛伫比赛中站接受全场的致敬。支持者大声喊 USA， 不过原有反对者出现无共的声音。迄天伫宾州的桑克斯维尔，还有另外一场纪念仪式。伫纪念迄天勇敢出来阻止劫机者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顶40个乘客甲机组人员。民众伫飞机落来地点默哀敲响纪念钟，读出罹难者名单，搁献花圈。拢总911恐怖攻击造成3000多人死亡，是二战珍珠港事变以来对美国本土上界严重的攻击，促使当时总统小布希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国际特殊自治区发生真大改变。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9月11也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民族日，有要甲3万人上街头来游行，争取独立建国，也有袂少少年人去参加。咱做会对公司台语台驻深记者伊英宗伫咧西班牙报道。记者徛的这个所在是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今仔日当地时间9月11号，加泰隆尼亚的民族日纪念日。因的目的是为着要对这个加泰隆尼亚的自治甲文化来支持。这个纪念日唔但是为着1714年因的沦陷日子来做纪念，嘛是为着因未来要走向独立建国的日子来做发声。300多年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去互废除全的失去主权、失去语言，到近代西班牙民主转型了后，才恢复自治区和议会。今年的诉求集中伫基建保护、自治权扩大，也希望得到中央政府进一步的政治承认。伫咧游行当中，常听到自由独立的口号，嘛反映加泰罗尼亚的诉求。Para mí significa todo. El meu país, la meva terra és el que estimo. Faria tot per Catalunya i s'ha de vindre a la manifestació. Si ets català i no vens a la manifestació, no ets català. Ets algú, però català no. 去年来9月11游行嘛，成做政治动员的场合，特别是在2017年独立公投失败了后，游行诉求独立建国嘛愈坚定。其中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嘛呼吁加泰罗尼亚要继续团结向前行。在咧民族日的游行当中，通看到有真侪少年家来参与。来自台湾的移民第2代王敖文也来见证这个和台湾有相像政治脉络的历史现场。因为我的朋友有来，我想要甲因
来帮忙啊，他想要独立，然后他们大家都来这里。虽然济家庭嘛把这场游行看作世代传承的文化活动，不过喀塔隆尼亚民族日游行和政治诉求，嘛呈现出驻地区和中央政府之间几年来的矛盾和辩论。记者以英中伫西班牙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